市长张善政啉葡萄酒的代志也未煞，找到伊参加一场餐会，手有捧红酒，不过过差不多5点钟，因为着停水问题，家己驶车去集水厂巡视，互外界质疑讲有啉酒驶车的嫌疑。不过呢，张善政第2摆强调讲，这个葡萄酒只是敢若đảm一个尔，离这个酒测标准要差真远，这个讲法外界无法度接受。酒驾防治社会关怀协会伊批评讲，这只是好运尔，无人临检，并且要求张善政爱家己处分。 我绝对没有酒驾，我那个时候抿一下，跟法定的酒驾的值绝对觉得差很远。访问到敢无啉酒赛车，张善政也是坚持讲家己刚有小酌一个尔。酒杯沾到嘴唇，酒在嘴巴里面那么2滴啊，有没有下肚都是问题。 应该是都没有下肚，跟我一起用过餐的朋友都很清楚，从头到尾那个酒杯的酒几乎都没有动。强调酒无啉落去，伊有危情，外界拢了解。不过这个讲法，民间团体不哩信道。在此严厉谴责张市长，必须即刻向桃园市民以及国人道歉，并自请处分。我们知道交通部跟警政署每1年都在宣导，酒精代谢至少需要10个小时以上。酒驾防治协会秘书长骂张善政是好运，无红了，对酒精代人代谢时间嘛无共款，要求张善政爱家己处罚。9号张善政去食饭，尾爱家己驶车去平镇山顶集水厂视察，结果唔能互关心停水问题，总走抓去，嘛去酒驾防治协会该结讲，伊是全国头一位啉酒驶车的市长，伊到底敢无啉酒驶车？大家嘛是各人讲各人话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